對面一個小失誤，直接崩盤，這就是米特恐怖的強度。現在只要看到對面是米特，就不會用機械鼠出動了，而且指出金絲雀經過的房間。卡視野差帶走莉莉，不是嗎？藥水怎麼這麼多？特工的秘错误也是特工的好伙伴。敌方老鼠被救下。到這邊直接卡了，以為是加速器斷了，但其實並不是。還有我開了加速器，還是那麼卡。對面知道我喝了興奮，直接拿蘿蔔削掉了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這個地方有傳送帶，可以守比較長的時間。現在對面已經7級了，就看能不能找到機會了。不是吧？這罐子的數量有點離譜了吧？強風已出現，阻止敵方逃走，沒有人能阻攔我。轉折點發生在雙月上，這邊找機會帶走，只能在下面買火箭，因為上面有那個破哨子在守着，根本上不去。一刀帶走魔術師，觸發加大火力。注意莉莉冰塊沒有脫手，把自己凍住了，而這個失誤導致沒有人能夠救的下雙月了。長鳳其虛弱特性恐怖如斯，既不能及時救下，而且火箭飛得還快。感謝兔子送的加大火力。敵方老鼠被放飛。敵方老鼠被救下。算啦吧，這個四飛不貪聊。